大家好，歡迎嚟到越講越有故仔。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中國歷史上最神秘、最恐怖，但同時又係最聰明嘅人物。有個人，佢一世人都未曾踏出過自己隱居嘅深山半步，但係佢竟然可以憑住自己教出嚟嘅徒弟，將成個戰國時代嘅天下大勢玩弄於股掌之中。佢留低嘅一本著作，曾經被歷代封建帝王列為最危險嘅禁書，唔准平民百姓輕易接觸。而佢本人更加被後世稱為古代版嘅博弈論大師，史上最早嘅心理側寫師。冇錯，佢就係傳說中嘅天才製造機鬼谷子。我哋將時間推返去大約公元前400幾年嘅戰國時代，當時嘅中國大地四分五裂，7個最強大嘅諸侯國日日打生打死，人命如草芥，社會動盪不安。喺呢個天下大亂嘅時代，無數英雄豪傑想建功立業。但係喺遠離塵囂嘅雲夢山入面，有個叫做王禪嘅隱士，世人叫佢做鬼谷子。佢靜靜地坐喺山洞入面，好似一個捉棋嘅高手咁，俯瞰住山下嘅萬里河山。佢唔需要自己出手，因為佢只需要將知識傳授俾幾個年輕人，天下嘅格局就會因為佢哋而翻天覆地。鬼谷子到底有幾勁？我哋先唔好講佢本人，睇下佢教出嚟嘅學生就知。佢最出名嘅4個徒弟分為2對宿敵。第一對係兵家嘅孫淵同龐涓，第二對係縱橫家嘅蘇秦同張儀。呢4個人隨便抽一個出嚟，都係足以令到歷史改寫嘅頂級巨星。佢哋落山嘅時候，通常都只不過係20幾歲嘅後生仔，但係一出手就已經震驚天下。先講下龐涓同孫康。龐涓落山之後去咗魏國，憑住鬼谷子傳授嘅兵法，好快就做到魏國嘅大將軍，幫魏國打遍天下無敵手，威震諸侯。但係龐涓心入面好清楚，自己嘅師弟孫康學到嘅兵法比自己更加深奧。出於自盜同恐懼，龐涓用計將孫昌呃到魏國，仲殘忍咁挖走咗孫昌嘅2塊膝蓋骨，想令佢一世變做廢人。但孫將鬼谷子教佢嘅隱忍同謀略發揮到極致，佢扮癲扮傻，甚至食豬屎嚟呃過龐涓，最後成功逃去齊國。喺齊國，孫軒策劃咗歷史上好出名嘅馬陵之戰，利用減灶計，即係每日減少煮飯嘅爐灶數量，令到龐涓以為齊國軍隊逃亡嚴重，龐涓驕傲輕敵，最終中伏自刎而死。孫鞅憑住殘廢之軀，將不可一世嘅師兄擊敗。呢種對人性弱點嘅精準拿捏，就係鬼谷子兵法嘅可怕之處。如果話孫崑同龐涓係用武力去改變天下，咁蘇秦同張儀就係用把口、用心理戰去操控列國。蘇秦提出合縱，即係聯合6個弱國一齊對抗最強大嘅秦國。佢30幾歲嘅時候，身掛6國相印，一個人兼任6個國家嘅丞相，只要佢跺一跺腳，成個天下都要震動。佢成功令到強大嘅秦國15年內唔敢出兵函谷關，而張儀就提出連橫，專門用嚟瓦解蘇秦嘅合縱。張儀去到秦國做丞相，憑住3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威逼利誘，將6國嘅聯盟逐個擊破，幫秦國統一天下打落最堅實嘅基礎。你哋睇，戰國時期最精彩、最血腥嘅棋局，其實就係鬼谷子嘅幾個徒弟喺度左手打右手。鬼谷子坐喺山上面望住天下大亂，佢嘅徒弟一時聯合，一時敵對，但無論邊個贏，最終嘅大贏家其實都係鬼谷子。呢種完全超脫於局外，但又掌控全局嘅能力，令到後世嘅統治者對佢又敬又畏。點解鬼谷子嘅著作會被列為禁書？其實道理好簡單，喺中國古代，由漢朝開始就獨尊儒術。儒家講咩？講仁義禮智信，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臣民絕對服從，講求道德修養。但係鬼谷子呢本書完全冇同你講道德，佢全篇都係講利益，講算計，講點樣透過心理操控去達到目的。喺儒家眼中，呢啲係陰謀詭計，係見唔得光嘅小人行徑。對於皇帝嚟講，如果啲老百姓同埋大臣個個都學識鬼谷子嗰套，個個都識得揣摩皇帝嘅心意，個個都識得玩弄權術，咁個江山仲點管？皇帝嘅龍椅仲點坐得穩？所以鬼谷子必須要被封禁或者被邊緣化，絕對唔可以成為社會嘅主流思想。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嘅2026年，當我哋用現代嘅眼光再去解讀鬼谷子嘅時候，你會發現呢本書根本就係一本超越時代嘅神作。佢入面講嘅嘢用現代詞彙去包裝，就係最頂級嘅博弈論、心理學、談判技巧同埋人際關係學。鬼谷子可以話係中國歷史上，甚至係人類歷史上最早嘅心理側寫師。
佢教人點樣透過觀察一個人嘅言行、舉止、微表情去分析佢嘅性格弱點，然後對症下藥。我哋嚟深入拆解一下鬼谷子入面幾個最核心、最可怕但又最實用嘅理論。第一個核心理論叫做擺合，擺即係打開，合即係關閉。鬼谷子認為萬事萬物都有陰陽之分，擺合就係陰陽嘅具體運用。喺人際交往或者談判入面，拜就係主動出擊，開口講嘢或者引導對方講嘢，令對方表露真實嘅想法。合就係保持沉默，隱藏自己或者封閉對方嘅話題。鬼谷子話，當你想了解一個人嘅時候，你要先用微小嘅利益或者話題去引誘佢，等佢講多啲嘢。呢個就係擺。當佢講得越嚟越多，佢嘅底牌、佢嘅慾望、佢嘅弱點就會暴露無遺。一旦你摸清咗佢嘅底細，你就可以用合，即係隱藏自己嘅真實意圖，靜觀其變，然後喺最致命嘅時機一擊即中。將呢套理論放喺現代職場或者商戰入面，簡直就係無敵。當你去見一個大客或者去面試一份高層職位，聰明嘅人絕對唔會一開始就滔滔不絕咁 sell 自己。真正嘅高手會用發問嘅方式引導對方講出佢哋公司依家面對緊嘅痛點。對方講得興起，不知不覺就會將底牌掀開。呢個時候你再針對性咁拋出你嘅解決方案，對方一定會覺得你係百年難得一遇嘅人才。呢種令對方覺得自己掌控緊對話，但實際上一切都喺你計算之中嘅技巧，就係擺合之術嘅最高境界。第二個核心理論叫做反應。呢度嘅反應唔係我哋平時講嘅反射神經，而係反覆試探，聽其言，觀其行。鬼谷子提出一個好顛覆嘅概念，佢話如果你想知道對方嘅真實想法，你有時候要故意講啲同對方立場相反嘅說話，去激嬲佢，或者令佢反駁你。當一個人情緒波動或者急於證明自己嘅時候，佢嘅防備心係最低嘅，最容易講出平時唔會講嘅真話。舉個例子，如果你想試探一個合作夥伴對某個項目有冇誠意，你可以故意話，其實我覺得呢個項目風險好大，不如我哋暫停啦。如果對方係真係想做，佢一定會好緊張咁拋出各種底牌嚟說服你繼續。但如果對方只係順水推舟，話好呀咁停啦，咁你就知道佢其實一早已經有退意。呢種用反面去激發正面，用靜態去試探動態嘅手法，就係鬼谷子心理側寫嘅精髓。佢教我哋唔好只睇表面，要學識喺水底下面摸石頭。第三個絕招叫做非前，非即係飛揚讚美，前即係鉗制控制。呢一招係鬼谷子入面最被道德家詬病，但偏偏喺現實中最有效嘅手段。鬼谷子話，每個人都有虛榮心，都有渴望被認同嘅弱點。非前之術就係先用極度嘅讚美、迎合，甚至係奉承，去滿足對方嘅虛榮心，令對方放鬆警惕，甚至對你產生依賴同信任。當對方飄飄然嘅時候，你就可以用前，即係提出你嘅要求，或者將對方綁定喺你嘅利益戰車上面，令佢無法拒絕你。大家回想下戰國時期嘅張儀，佢去到楚國見楚懷王。楚懷王係一個出名貪小便宜而且好大喜功嘅人。張儀一見到楚懷王就瘋狂讚美楚國有幾強大，楚懷王有幾英明，然後拋出一個極大嘅誘赦，話只要楚國肯同齊國斷交，秦國就願意割讓600里土地俾楚國。楚懷王被張儀嘅非前之術搞到心花怒放，完全失去理智，即刻同齊國絕交。結果呢，齊國轉頭同秦國結盟。張儀返到秦國之後，死口唔認有600里呢回事，話自己只係答應俾6里地。楚懷王大發雷霆，出兵打秦國，結果被秦齊聯軍打到落花流水。楚懷王之所以失敗，就係因為佢完全跌入咗張儀度身訂造嘅非前陷阱，被自己嘅貪婪同虛榮心蒙蔽咗雙眼。喺現代社會，非前之術同樣無處不在。你睇下好多詐騙案，或者係職場上嘅辦公室政治，高段位嘅操控者往往唔係一開始就兇神惡煞，佢哋一開始一定係對你最好、最明白你、最欣賞你嘅人。佢哋會提供情緒價值，令你覺得遇到知音。但當你對佢卸下所有防備，將自己嘅秘密同資源交俾佢嘅時候，佢就可以輕易咁鉗制你。鬼谷子教呢一招，唔係叫我哋去做壞人，而係要我哋明白人性嘅黑暗面。只有當你清楚知道別人係點樣用讚美嚟操控你嘅時候，你先可以保持清醒，唔會成為別人棋盤上嘅一隻卒仔。第四個非常重要嘅篇章叫做五合，五即係背叛離開，合即係趨同結合。鬼谷子認為天下間冇永遠嘅敵人，亦冇永遠嘅朋友，只有永遠嘅利益。呢個觀念喺2000幾年前絕對係驚世駭俗。儒家講求從一而終，忠臣唔是二主，但鬼谷子話錯啦。
良禽擇木而棲，當一個君主或者一個環境已經唔能夠為你帶嚟利益，或者甚至會威脅到你生存嘅時候，你必須要果斷地買，即係背棄佢，然後尋找一個新嘅對你有利嘅對象去合。喺執行吻合嘅時候，鬼谷子強調要極度冷靜，唔可以帶有任何個人感情色彩。你決定離開，唔係因為你憎呢個人，而係因為形勢所逼。你決定加入另一個陣營，亦唔係因為你真係好愛佢，而係因為利益契合。蘇秦一開始去秦國遊說，失敗咗，連盤川都用盡，着住破爛嘅草鞋返屋企，屋企人全部睇佢唔起，阿嫂連飯都唔煮俾佢食。佢發奮圖強，用錐刺股，最終分析天下大勢，發現秦國係唔會用佢嘅。於是佢果斷轉向去游說燕國同趙國，最終發起合縱抗秦。佢完美咁演繹咗咩叫五合，此路不通，即刻轉彎，絕唔留戀。套用到現代人嘅職業生涯，呢一點真係太重要。好多人喺一間公司做咗好多年，明明公司已經走下坡，老闆對佢又唔好，但係佢偏偏因為感情、習慣或者係所謂嘅忠誠度死守喺度，結果錯失咗無數發展機會。偈谷子嘅吻合之術話俾我哋知，喺進行職業規劃或者商業決策嘅時候，必須要用絕對理性嘅博弈論思維去分析，計算成本同收益，知道幾時應該果斷止損，幾時應該全力壓住。呢個先係一個成熟嘅現代人應該具備嘅生存智慧。除咗以上講嘅跛合、反應、飛傳同緯合，鬼谷子仲有一套非常深奧嘅揣摩之術。揣即係測算估量，摩即係撫摸順應。揣摩就係現代心理學所講嘅共情同心理側寫。偈谷子話，你要說服一個人，單靠邏輯同道理係冇用嘅，你必須要揣摩佢嘅內心世界，知道佢到底驚咩、想要咩、討厭咩。佢將人分為好多種類型，有啲人貪財，有啲人好命，有啲人短視，有啲人膽小。對付唔同嘅人，就要用唔同嘅話術。對住聰明人，你要用廣博嘅知識去折服佢；對住見識少嘅人，你要用直接了當嘅利益去打動佢；對住勇敢嘅人，你要激發佢嘅鬥志；對住愚笨嘅人，你要俾明確嘅指令佢。呢種千人千面、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嘅技巧，雖然聽落好似好功利，但如果你試過喺社會上摸爬滾打，你會發現呢個就係最真實嘅溝通法則。偈谷子嘅智慧其實就係一部關於人類行為模式嘅代碼，佢將人性入面嘅貪婪、恐懼、虛榮、猜忌全部拆解得一清二楚。佢冇教人點樣去做一個道德高尚嘅聖人，佢只係教人點樣喺一個殘酷、競爭激烈嘅叢林世界入面生存落去，並且成為最終嘅獵手。或者有人會問，我哋依家已經係文明社會，2026年嘅今日，仲需唔需要學呢啲咁機關算盡嘅嘢？我嘅答案係絕對需要，因為科技無論點樣進步，人性喺過去呢2000幾年嚟，其實從來都冇改變過。無論係國際之間嘅貿易戰、大國博弈，定係企業之間嘅併購談判，甚至係你辦公室入面嘅人事鬥爭，背後運作嘅底層邏輯，依然係鬼谷子嗰套捭闔同揣摩。我哋去讀鬼谷子，唔係為咗要去算計別人、去害人。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當你學識咗呢一套古代博弈論同心理側寫嘅技巧，你就等於喺自己身上裝咗一個雷達，你可以輕易識破身邊邊啲人係用緊飛錢之術嚟捧殺你，邊啲人係用緊反應之術嚟試探你底線。你能夠喺複雜嘅人際關係入面保持清醒，做到進可攻退可守。偈谷子一生冇落過山，但佢嘅思想穿越咗千古，一直影響住後世。佢話俾我哋聽，真正嘅強大唔係表面上嘅張牙舞爪，而係對人性嘅深刻洞察同對規律嘅絕對掌握。一個能夠冷靜分析局勢、控制自己情緒，並且精準擊中別人需求嘅人，無論放喺戰國時代定係現代社會，都注定會成為掌控全局嘅王者。好啦，今日關於鬼谷子呢個天才製造機同埋佢本恐怖禁書嘅解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大家聽完之後，對於鬼谷子嘅手段有咩睇法？你哋覺得喺現實生活入面邊一招最實用？或者你身邊有冇人經常用緊呢啲招數？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經歷同睇法。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內容，記得幫我撳個 like， 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嘅頻道，開啟埋旁邊嘅小鈴鐺，咁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嘅影片通知。我哋下次再見，拜拜。